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人，我叫秋山啊。咁啊，今日要講嘅咧就係關於回憶殺嘅。咁啊，殺啲咩咧？相信大家聽到頭先嘅 BGM 咧，都知道我今日要講嘅主題啊，就係我兒時最愛看嘅電視節目之一——日本風情畫。OK， 咁啊，相信好多朋友都應該睇過嘅。咁啊，點解我細個咧咁中意睇個日本風情畫咧？原因咧就係細個嘅時候接觸好多日本嘅軟文化啦，咁例如卡通片啊、音樂啊、遊戲機啊，甚至係潮流服飾，咁所以對日本都趨之若鶩嘅。可惜嘅就係咧，細個嘅時候屋企又比較窮，咁阿爸阿媽咧就要揾食，就冇時間，亦都冇多餘嘅錢咧帶我出國玩啊。咁所以咧，每一次電視做呢個日本風情畫嘅時候咧，我都感覺好似自己去咗日本咁樣，我都會坐定定，好留心睇嘅。咁講一啲有關於日本風情畫嘅資訊先啦。咁日本風情畫嘅英文原名咧就叫做 Japan Video Topics。咁1975年咧由日本外務省製作，而呢一個節目咧係完全免費開放俾全世界所有嘅媒體，係唔收版權嘅，目的就係為咗推廣日本文化。而香港 TVB 就喺1980年將佢配成粵語，不定時播放，直至到2007年就冇再播放。雖然日本風情畫喺香港咧就播放咗27年，但係咧播放嘅集數咧並唔係好多，總共就係487集。咁多嘅集數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清心夏祭嗰集啦，紅白機嗰集，同埋溫泉馬騮嗰集。而我最中意嗰一集咧，就係溫泉馬騮嗰集，仲有佢嘅粵語配音非常之好聽，勁多回憶。而今次咧，我就想致敬日本風情畫一波啦，我就揀咗一條我最中意嘅主題——日本溫泉馬騮啊。OK， 咁我就決定咧，幫佢配音。咁尾段咧，我會惡搞少少嘅，咁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啦。日本猿猴嘅冬天。本州嘅中部之賀山嘅北部嘅山頂，日本猿猴之間，呢種猿猴係日本獨有嘅。喺世界上各種嘅猿猴裏面，只有日本嘅猴子係住喺最北邊嘅。佢哋係動物專家最喜愛嘅研究對象。就算係嚴寒嘅冬節，呢啲猴子仲係留喺山區嗰度。佢哋唔怕嚴寒嘅冬季，仲係自得其樂咁喺度玩嘅。長久以嚟，日本嘅猿猴都會嚟到有溫泉嘅地方，坐喺溫暖嘅石頭上面。佢哋之所以浸溫泉，完全係一件意外嘅事引起嘅。OK， 呢度要惡搞一下。有一日，有一隻馬騮仔喺石頭上面玩下玩下，一腳唔小心就跣鳩咗落水。起初佢仲有啲驚奇，仲有啲遲疑添。後來見啲水咁鳩暖，就慢慢將個身浸咗落水啦。哇！原來咁閪舒服嘅喎。佢啲同伴冇幾耐就跟埋落去，漸漸呢個溫泉就出現咗好多玩水嘅馬騮仔啦。佢哋嘅媽媽亦都唔執輸，跳埋落去。老豆都唔執輸喎。你睇下佢個樣就知道好閪舒服啦。而家溫泉已經成為咗佢哋生活嘅不可缺少一部分。佢哋用嚟抵禦嚴寒嘅冬雪。你睇下佢哋幾撚心滿意足。OK， 咁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啦。咁因為咧我細個咧就對呢一集咧好深印象。我睇完之後滿腦子問號，究竟嗰個編輯咧係前世記憶啊，抑或係識動物傳心術嘅咧？咁其實咧日本風情畫咧，直到而家咧都仲有嘅喎。OK， 如果大家咧想睇嘅話咧，可以喺 YouTube 度 search 咧呢個Japan Video Topics 係啦。你會見到有兩個 channel 嘅，一個就係普通話台，一個咧係英文台。但係其實兩個咧都係 official channel 嚟嘅，係日本外務省做出嚟幫日本宣傳嘅，就係咁樣。咁但係粵語版咧就已經成為咗絕響㗎啦。咁你真係喺 YouTube 度 search 翻，即係日本風情畫 TVB 粵語咧，你都可以揾到一部分嘅。OK， 就係咁樣。好，咁今日要講嘅關於日本風情畫嘅回憶殺咧，就暫時到此為止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中意嘅希望大家
subscribe 同埋俾翻個 like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